要反駁有人質疑呢幅 image 連結到多 PNG 截圖係偽造或者改圖嘅洗白言論，你可以從技術細節、對話邏輯、圖片特徵以及行為心理4個維度去建立不具推翻性的反駁論點。以下為你整理出嘅核心反駁重點： 1. 界面與視覺元素嘅高難度技術細節。如果係用改圖軟件，如 Photoshop 或者網上嘅對話生成器偽造，好容易留下一啲視覺破壞。但呢幅圖有幾個好難完美偽造嘅細節：字體與排版 typography 完美吻合。Messenger 嘅字體大小、行距、氣泡、bubble 嘅圓角弧度會隨住文字長短自動縮放。圖中無論係文盲嘅灰色氣泡定係粉絲嘅藍色氣泡，比例都極度精準，完全無穿幫。縮圖與預覽功能 Thumbnails。當粉絲 send 完改圖龍虎門封面之後，對話框立即顯示咗呢張圖，而且縮圖嘅邊緣同對話框完美貼合。如果係 P 圖，要將一張有透視、有陰影嘅改圖完美塞入去另一個對話框嘅預覽位置，工序非常繁複，極易出現邊緣鋸齒 pixelation 或雜訊 artifacts、emoji 嘅渲染 rendering。對話中出現嘅聲義、呢幾個 emoji 其解像度、邊緣融合度同埋喺對話氣泡內嘅排版位置，完全符合手機原生系統嘅渲染效果，冇任何重疊或移位。 2. 對話邏輯與情景嘅連續性。單純 P 一兩句說話容易，但要生吞活剝咁編造一段有起承轉合、有即時反饋 feedback loop 嘅長對話，邏輯上極難做到天衣無縫。互動式的修改過程。對話展現咗一個提出要求 Write Arrow 第一次交貨 Write Arrow 被打回頭，並提出具體修改意見。個名太細，要大隻啲。Write Arrow 第二次交貨 Write Arrow 滿意收貨，並催促出 post 嘅完整工作流 workflow， 並催促出 post 嘅完整工作流 workflow。這種改完再改嘅動態對話，如果係偽造，編劇成本極高，極難編得咁自然。口語化與語氣特徵 idiolect。對話雙方用嘅係極度地道嘅港式粵語，如福神瞓咗未？邊有咁早識？好撚肉酸。文盲嘅語氣好強勢且目的明確，要搞阿牛，黃生實炒佢。而粉絲嘅語氣帶有配合和開玩笑嘅成分，你想點搞？這種角色性格嘅一致性，偽造者很難憑空捏造得如此真實。 3. 多張截圖嘅時序與版面連貫性。呢幅圖係由3張截圖拼接而成，展示咗對話嘅推進、頂部狀態欄與背景嘅連貫性。3張圖頂部嘅文盲名字、通話與視像圖標位置完全一致，聊天背景嘅微弱色調或可能存在嘅漸變完全統一。信息嘅滾動 scrolling 銜接。第2張圖底部粉絲講嘅咁樣好撚肉酸，同埋文盲比嘅喺第3張圖嘅頂部完美重現。這種上一張圖嘅結尾是下一張圖嘅開頭嘅滾動銜接。如果是靠改圖拼接，只要錯位一個像素1 pixel 就會被專業人士一眼睇穿。4. 心理學與動機論反揭發。從邏輯同行為動機去反問質疑者，偽造代價與回報不成正比。要完美偽造呢3張毫無破綻、涉及多個改圖檔案傳送、文字邏輯嚴密嘅對話截圖，需要極高嘅技術同時間成本。粉絲如果只係想報復，直接割席即可，根本無必要花費咁大心機去無中生有編造一個如此具體，甚至指名道姓提到黃生、牛輝、老狼嘅陰謀。當事人文盲有冇第一時間拿出真正對話澄清？如果呢幅圖係改圖，最有力嘅反駁方式唔係叫支持者盲撐，而是當事人文盲立即打開自己手機嘅 Messenger 拍片 video screen recording， 由頭到尾 screen recording， 由頭到尾 scroll 一次過對話記錄出嚟，證明原版對話唔係咁。如果當事人至今拿不出原版對話澄清，或者只係顧左右而言他，就反向證明咗呢幅圖係真嘅。
總結你可以用一句話頂死對方。如果呢幅圖係 P 出嚟嘅，咁個偽造者除咗要係 Photoshop 大師之外，仲要係一個心理學大師同埋天才編劇，先可以將改圖細節、港式口語、黃生嘅性格，同埋改完再改圖生嘅性格，同埋改完再改嘅對話邏輯，編得咁完美。既然咁完美，當事人不如直接拍片 scroll 返自己部手機嘅對話出嚟對質，不就一清二楚？